贴那个胶带其实就是为了要预防小朋友会张口呼吸。如果小朋友长期的用嘴巴呼吸，有可能会导致上颌跟下颌都发育的比较不好，影响牙齿咬合跟你的脸型，有可能会越长越丑。而你用那个胶带，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应该使用上会失败，因为一般我们新生儿3个月前，大部分都习惯用鼻子呼吸。可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小朋友都慢慢的会变成用嘴巴呼吸呢？原因就在他的鼻子塞住啦。有40%到50%的小朋友都有着鼻子过敏的现象，因为鼻子过敏会导致鼻塞，他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，当然就只能用嘴巴呼吸了。而且用这个贴嘴的胶带要小心，如果你把嘴巴贴住，你鼻子又没办法呼吸的话，会造成小朋友非常的不舒服，再加上小朋友不会表达，说不定真的可能会有窒息的危险。所以你发现小朋友有口呼吸的现象的话，请记得一定要先给专业的医师评估，确认他的鼻腔是不是有问题，有没有过敏的现象。所以不要再乱买网络上不知名的止鼾小物，赶快来找医师好好的处理小朋友的鼻塞、鼻过敏的问题，说不定治疗好了也不会口呼吸啦。